你唱咧无音啥啦吼？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，你来安尼哦。你来我你唱啥？你咧答我就知啊啦。我伫咧哒的时阵，你唱咧无音，我毋知你创啥。哦，咱等下咱正是一个出差的时阵，嘿录的即个开场，咱等下要去看到伊本人，我真是有够紧张的人。啊对哦，我感觉伊是一个真缘投的人，伊毋知会听到咱即段无？到阵听到我是感觉真啊歹势呢，你有感觉？为虾米爱歹势？因为就是感觉讲，毋通甲伊学了伤济啊。咱今日要来去访问一个足迷人的人，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呢？拄则迄个哒哒哒哒，甲有关系哦。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歹势，我手提麦克无手，你在要讲啥？破然后啊！没有你有感觉今日这个拍破声较细声无？先甲大家回息因为咧。敢若剩后边一个人伫拍破啊。来，咱的来宾敢要小可出声者，互大家听看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达拉。啊，得啦唔知，恁敢有印象？一定有的啦。哦，咱今日亲身来到贵宝地，听众朋友我恁讲，咱今日有一个足真实的背景音乐，就是因伫咧边仔耍房仔的声。对，对，恁敢讲耍房仔的是安怎？厝房、拢讲升房啊啦。耍房仔嘛。耍房仔我咧讲我家己的啦，什么家己的？我嘛有咧耍啦。厨房其实早期较无咧用讲厨房啦，拢讲对我们升房啊、升房啊安尼哦尔。嘿啊，较袂讲厨房，因为伊较早嘛，讲沙板的台语边仔讲嘛，讲骨房啊。骨房还是安那，房啊，即马就有人想要甲统起来叫厨房，我感觉嘛袂歹啊，叫厨房安尼啊。厝的，嘿啊，哦无骨房，骨感觉就是骨骨。这个解所以说袂歹。你是骨帮，嘿嘿骨的帮。对，好，所以阮就是叫你阿达拉就好啊，嘿啊嘿啊。还是要叫你，还是叫你 JD 五。啊，大家好啊，应该大家以后听会习惯，因为最近嘛接到真侪人甲我联络，嘛想要录一寡，声音即种，哎呦，这是啥？这是啥物？因咧刷平台，刷道具，哦，会刷迄个房的迄个物件。哦，伊要飞起来，飞来飞去的迄种物件。对，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咱阿达拉是倒位人？正台南本土人。正台南本土的，啊，你讲分倒一区，倒一区，倒台一区。南哦，应该较我海尾，遮阮老爸因是海尾人，哦，台南海尾尾人，嘿啊，你想咧海尾人，你莫因为咱边仔的小编是迄海海口口的腔，所以你就要安尼，甲伊讲我的那是海类，你的海口腔单，伤假伤假。好啊，你平常时伫厝里敢会讲台语？一直拢是讲台语啊。一直拢是讲台语哦。其实拢伫咧习惯，伫咧厝诶拢讲台语。哦，上班嘛拢讲台语，上班的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吼。嘿听讲有啥物故事要讲了，第一个有你机会伫咧线顶来讲恁小编，啊，这个很 man 啊，这很 man。在私底下，私私底下因两个做古锥，伊甲小编两个人的斗阵，东，互动小古锥的嘿啦啊，对啊，有遮尔趣味的头家上班一定真趣味真。快乐。听我朋友敢会想讲，咱今日嘣嘣，做大声的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你上课的时阵，敢会嘛会讲台语？上课的时阵，当会参挂，袂讲规场拢讲台语，台语就较少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也是甚至是因仔学生啊，因也是听国语较习惯，哦。啊，但是对啊若是耍房啊，以早耍房啊的人，敢会讲台语，拢讲台语对啊。拢讲台就一语哦。般较早十几岁啊，咧升班的时阵，大家拢是讲台语啊。哦嘿啊，较少人讲国语也嘛有啦。这较趣味的就是，因为阮较早细汉咧读国小的时阵，对。去学校讲台语会罚钱啊。哦，迄个时代，你有遐济会，真正假？对啊，我7、8岁啊。伤喊伤喊，所以你是罚10块还是20块？罚5箍， 5块，真的70-80岁是罚5块对呢。嘿，罚5箍。啊，敢若毋知甲国小4、5年啊，迄当阵3、4年啊，就无。敢我当记1年啊、2年啊有尔啦。罚5印象中块，敢若写讲我要讲国语，敢若摕一个牌啊。哎呀，挂牌啊，哎呀，你若讲台语，你就是爱罚钱啊、挂牌啊。哦，嘿天啊，较早安尼啊，啊，当然竟然有，竟然有经过迄种上尾时期期啊，呢。现在上尾期啊，安尼我就知影你操到几岁啊？倒要紧。我跟你看起来真少年，敢有共款？啊，你敢知影阮几岁？
这也是卖药好啊，药无对，大家佫无欢喜。我18岁、19岁，我真的甲你讲，你敢是有啥？公司敢是请毋着人？伊就想讲，阮这学生较古锥啊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大家知影你就是因为即届伫咧即个厨房的奥运转播的时阵，因为你讲台语，啊，阮听到的时阵，真是嚣赞的，感觉讲哇，竟然有法度用台语来转播，而且你咧形容的时阵，你迄个夭寿骨，夭寿骨，你迄个形容的心情，我就爱的。对，大家都爱真，就是真瓦给阮生活的感觉。但是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讲，你这样子我听不懂，毋知影讲你对这个意见有啥物看法？我会尊重因。对，嘿，既然因听无，我会尊重因用因会当听的方式，但是嘛袂去阻止我想要讲台语的方式。啊，所以我的改变就是讲，好，无要紧，遮你若听无，无要紧，我去用国语解说者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无就是伫咧我讲国语讲了的上啊，我会讲哦，这种台语叫啥物动作安尼，哦，大家拢会当听，这是上好。公平公平。啊，迄当阵就是讲。叫你台语的部分来减少，还是创啥？你讲去影响到你过顿工转播的心情？无咧，我主要是就是尊重大家的意见，去怎样讲，转变一个互大家会当接受的方式。啊，莫讲哦，拢打国语，拢打台语，咱着做一个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方式。所以你就是南参，啊，你迄个比例敢有就是调整？其实无诶，就是看感觉，因为迄比赛伤精彩啊，你知无？迄你根本哪有去头壳去想讲要安那？迄哇，多一种语言啊！你到迄个冠军，迄个大招迄啥哦，迄一个心情的激动啊！你哪有法度去思考讲我即个怎么讲国语讲台语？有道理，真的有道理。啊，我要问一个，就是较险的。电视台敢有因为网友的意见，甲你处理啊？是无呢，我感觉你是毋敢讲？袂啊，电视台互你做家己艾尔达因真好呢。真的哦。其实伊甲艾尔达三个字讲出来，咱个避掉。要避掉。讲出来，优待啦，优待。优待哦，爱优待。阮无爱，阮无爱。阮进前顶一届的阮都有讲啊，拢讲国语啊，但是迄当阵就是大家拢感觉讲哦，去讲白讲过哦，你讲啊真好，大家拢知影这个动作安那，但是就无迄当阵无讲台语。对。迄当阵的反应较无遐大。敢有做爱叫的？其实嘛无想遐济啊，迄当阵也无想遐济。只是即道我去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我感觉大尾啊，敢会当讲，无敢会当讲台，因为我感觉台语的温度的层次较侪。对。我就迄届我去之前，我问讲，恁导播敢会当互我讲台语？另外一个主播场合，伊就讲想者，伊去问者。问，因个导播讲也无会当啊，试看卖啊，来讲啊。趣味的是个配另外一个主播嘛，是做爱讲台语的主播但是拄好，因为迄届比赛啊，因为落雨延期了，迄个主播的时间单无拄好，所以我就对甲我进前较会配合这个场合，佮做伙用。当阵讲台语嘛是感觉无紧。对啊，而且你讲台语就是你讲要求过做哪伊嘛，拢伫边笑到足欢喜的啊。对啊，就感觉迄个激动的心情，真正是大家拢听会出来。用台语讲，更较有迄种感觉，更较有开口啦。一开始因是嘛小可有咧紧张啦，但是因若是感觉讲试看卖目紧安尼。但是我感觉控制嘛袂歹啊，因为你知影就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声量，拢是一个声量。无负面足少，我几乎人甲我讲无，几乎拢无看啊。我看的所有全部拢正面的啊。因为阮伫咧港文站内底啦，所以阮看着拢是讲，哇，即个就是主播讲台语，分享安尼，笑气呢。所以阮想讲，阮今日一定就是为着你来台南出差。迄当阵我讲奇怪，讲台我碰下嘛咧讲台，敢会帮我奇怪咯，即个过来比较。这比了，这无声吧？对。阮有迄0岁到18岁以下的囡仔伫听。我嘛是感觉，我有主管，你有主管哦，主管爱尊重，对，主管尊重是放在心内的。主管较硬。好，过来问阿德拉讲是安怎当初是要学即个骨棒即个运动咧？骨棒，讲即现在学这个真正介趣味，因为阮当初嘛是台那拢咧拍，迄当阵较流行拍个台拍哪。然后拄我有一个捌字的，因哥哥带几个朋友咧耍厨房，阮拄拍篮球，因拄溜入来，我差点个比啊！你甲讲落啊，我会甲你比掉啊！你主人欢迎的。这
啊，哪有这种物件啊？我哇，规段拢会避掉。迄溜来可以当跳呢，哦哦，迄咱物件我惊到，你敢知无看过这种物件？哦，嘿啊做啥拍啊呢？了做下班，嘿啊，当阵也无想讲啊济，啊，然后迄当阵对尾也甲朋友去朋友因兜，啊，大家咧看电视看 ESPN，嗯啊 ESPN 都有去 S game 的比赛，哦诶，都看滑板，那飞来飞，啊，个有直排的啊，啊，个有脚踏车的，我讲哇，这足酷诶，哦，因迄街头街啊路安那街头。街头运动迄种的，迄拢飞来飞去，迄特技足济对啊小缘投的，小缘投的，街头运动 get 头啦街头，get 头，语言车胜的就是拢对啊，足接互相近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今另外想要补充的就是哦，啊，我一个朋友，我一个捌一个啊，对，是啊，你当阵要伫节目面顶改叫，系啊。哦啊，伊叫改叫，金总诶，因为啊，伊是顶一届诶种金曲奖新人多姐， DJ Mr. Jin 哦，啊，迄伊诶专辑啊，系啊系啊，迄嘿，即摆伊嘛是个有加减有闲，嘛是个会升榜，啊，倒来会找阮拢有去升榜啊。真的哦，对啊，因为原底伊就是去做职业的 DJ，然后去委会方面发电商，伊较无时间耍。啊，即摆较稳定，即几档倒来，伊个有继续咧教阮做伙升榜啊安尼。嘿，啊，伊嘛发展了袂歹。伊当阵阮是叫金总诶，因为伊当阵迄种先辈拢讲，你较金总，你较金总，金总，哇，真正做金总，真正迄当阵，阮一辈都会跳上悬，一年我机车会当直接跳过。哎哇，呀，较早一年我毋是即摆一年，因为一年我较细台，较早一年我超大较台悬的，。较悬迄种诶，安尼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就拍运动是安怎后来变做你的职业咧？职业，职业，厉害你哦，安尼该含定哦。对啊。你讲特口音无共啊，该含。无，阮来甲纠正，伊讨远诶，伊诶地板条较悬，你知哦影？对啊，变职业迄当阵无想遐济呢，迄当阵就是感觉最好耍啊，逐工耍，逐工耍，逐工耍，真正是字也耍，名也耍，真正是逐工耍。但是毋是有人讲，就是你甲你诶兴趣变做工课了后，你会失去对伊诶热情还是啥物？真有啊侪人你讲即句，有啊，你绝对有啊你100%3000啊耶嘿，当初嘛是有讲想要放弃，想要啊无卖做啊，嘿故意卖做啊，看要来做别项无，甲嘿，阮咧算起来嘛要20档啊，其实哦，前10档10外档，其实若无嘛无趁着啥物钱啊，就是拢咧敢若拢咧佚佗安尼。交朋友，交朋友听佚佗安尼，啊是因为家己学运，啊个即个热情的关系吼嘿，变做较无共的发展，就是变做教课。哦因为之前早期10外当前，我咧教课其实要收费是一个最难的代志，啊拢是去教学校的社团，啊迄钱叫做少，啊所以就是哦迄收入较无像较无啊好，啊但是最近因为学运即几档的关系啊，对哇，是其实有足侪教练拢。因为安尼做拢着工课用安尼，。嘿，拢安尼有伊的工课，也是伊的第二事业安尼。啊，但是我看诶，一般就是咱路边边啊，有人伫双棒迄种诶，啊有诶人看起来，那你家教，迄免钱哦。一般迄著叫交流嘛，迄就有叫交流的有的是交流啦，嘛有可能是上课的方式有足侪种，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就是要教你较假仔头的方式，嘿啊，啊所以即马人咧分咱厨房诶风格都有分迄种对，种学院派的，甲迄种街头派的。哦，就是去找教练教，啊，然后一直咧训练，啊，迄是种是爱比赛去，比赛迄种我就叫做运动员。啊运动员啊，但是阮若是真正耍家己欢喜的，对，耍要安那，就是我就是会当耍，我会当耍啥哎呀，物件，对迄就是较街头派的，就是随心所欲。哦，想要安那耍，就安那耍，啊，即种就较无共。所以我就是讲，伫咧街仔路即种诶，有迄种就是若像家教迄种会当请，敢有？有啦，其实要请嘛是厨房请有本地就是街仔头算起来，因为较早也无一个固定的场地嘛，对所以阮逐个拢嘛是伫咧街仔头安尼练起来，啊，街仔头有啥，阮就算啥，啊，所以。就会互一寡人感觉讲，哇，恁遮个人安尼出来做危险的，感觉恁安那，啊，佮做菜，迄老岁仔因若听阮跳啊，咧摔棒啊啥货，因感觉做菜，因感觉阮歹因啊，感觉咧相拍冤家迄种感觉，啊，所以去甲倒算吼，拢做到去用赶。哦，啊，但是阮若是较街头派的即种，厨房伊有分嘛，像即马你入去学运啊，伊就互国家认同，伊较是正式的项目，啊，正式的项目伊就变做一个运动员。对但是厨房这是为职业运动，阮较早会感觉讲，伊毋是运动，伊是阮一个生活的部分。哦，伊是一个，就算我今是一个职业选手，伊嘛袂一定甲讲这是运动，这是我逐工咧做的代志。哦，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这要解说会当爱工作，因为这是一个足无共款的世界，因为运动员过的生活爱做规矩。对，对啊但是你若是
一般的商业职业选手，阮过的生活就是我要几点起来，我就几点起来。我当时要去厨房，我就当时厨房。啊，厨房了营养，就甲一寡好朋友哦，啉酒，也是唱歌了结束，算啊半暝，算啊天光。啊，要厨房，去厨房也袂使。啊，要困就去困啊。较无一个规律性。哦。啊，但是运动员袂使。你若要做运动，你就是要有一个规律性。爱早困早起来安尼。食物件你嘛爱去要求。所以这变做全世界开始有一寡无共，啊，因为学文关系。就有一寡人会想要为运动的方式去发展，但是有一寡人伊嘛会想要为商业的方式发展，因为迄是关的足侪种啊。啊，要为运动的迄是伤辛苦，所以足侪人拢是爬甲足悬，但是伊无法度行到迄地上哦，因就放弃。因为放弃，因就会退落来去做商业的。所以要做运动职业运动员是一个做难啊，但是职业的厨房手啊是较简单一点。重点你就是爱帅，爱有风格。对，你讲的帅是红仔头爱好看。规个人就是因为有当时阮咧讲的足趣味，就是你若要做运动员，就是要好看足少啦。所以商业赞助的拢无一定去找运动员，但是商业的即种，迄就像袂输名车、官车共款啦。因就是帅啊，有风格啦，所以因会想要推崇嘛。啊，推崇的话就去买伊的物件，但是运动员无一定啊，运动员就是想。伊互咱大家看起来，你的生活足规矩、足无聊的啊！你就是当拿出来比赛做遐个动作，啊！你若当安尼的话，你一届、两届、三届学阮过，你就是安尼的话，我甲你讲，等你落来的上就无伊啊。但是你也是商业无共，伊会互记的讲哇，20当前伊翕一个影片，哇，又够帅！伊成做这个动作，伫个街仔头会当跳25层楼梯、30层楼梯，乒乓落去，啥物有诶无诶？但运动员就是伫个比赛场顶尔，对，迄种留来物件。甲街仔头无共，因为阮的感觉是感觉讲，房仔场是起来互你耍的，但是街仔头是阮去挑战的。因为这毋是做阮房仔耍的啊，所以我要耍一定做难。所以共款一个5层的楼梯来讲，我伫个街仔路，我可能无法度一道成功，但是我伫个房仔场，因为我这一定流习惯足固定啊嘛，我成功率一定足悬的，我会当感觉讲10个拢成功。所以像这国际上，你嘛是看到做这国外影片啊，因拍出来就是拢伫街仔头，就是因咧挑战，而且街仔头翕起来相片嘛，比你伫个房仔里翕起来相片水。对。那所以才有一寡艺术的摄影师，因就是招安怎翕，甚至佫会将房仔交一寡地方的特色。去做结合安尼，譬如讲，就是你伫台南，你会当伫个孔庙啊，是啥物？伫咧即个风景即个所在去片安尼。用滑板，用厨房去介绍迄个景点嘛。就像阮嘛是有做过一寡底片，就是用厨房去介绍好食的物件。阮去倒厨房，阮会当来遮食啥物好食的物件，就介绍大家好食的物件安尼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厨房以来应该是拢有受伤对无？普遍阮毋知影人会感觉讲。你迄条给棒会落来，我毋知迄落来迄个棒是棒的声，还是你人的声？骨头的声，啊无就肉声。听起来就听啊！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敢有啥物印象较深的受伤，会当甲阮分享，还是讲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拄学帮的人，可能都会爱注意。足济啊！你像我家己本身，我就捌受过一道伤，就是做运放假大家较毋知，都无练啊，就是无想啊济，啊，就去房仔场耍，想速度杀出来，较紧来，甲拉一个动作出去。结果就飞出去啊！飞出去就头壳弄着头壳后脑啊，一只有头壳跌落去，跌落我就毋知影代志啊。然后阮的朋友拢伫咧边仔徛喺遐，因为当阵算帮的人足少啊。迄当阵阮拜六日咧招了要去5个7个，安尼足紧绷啊，足济啊。其他的人迄4、5个人讲，啊你是咧假死，紧起来啦，莫动喺遐啦。当然拢看啊，开始有人注意到我身躯咧踹，然后头壳边就开始血拢规个流出来，流到规底涂骹拢血。夭寿啊！就讲啊，哪咧发生啥？叫代志啊！系啊，但是迄当阵做兵呢？对啊。啊，恁规体毋拢用叫转去？是无啦，我迄个咧新训嘛。啊，反正迄个状况就是我第2天靠醒啊。头壳提8张，迄个月哭，规个月头壳拢戆戆。啊！嘿，我妈也感觉讲，应该歇食了，毋敢搁耍啊，又袂耍。所以这后摆。知影这2-3个月我安全无法伫，搁走去耍。拍断手骨等都有，就是想要去耍，但是就会开始去注意讲
爱安全。如何安尼避因为免？当时发生了，你就会开始去想，你要继续，你也要继续落，你就爱安那去预防这情况发生。所以后壁阮拢会做习惯，只要跋倒，我阿嬷赶紧就出力，甲我头颈掉，莫互害。我就是因为做这种跋倒的经验，去受伤经验，所以我会分享互我的学生啊，甲我朋友讲，恁受伤是爱受伤，是爱跋倒，恁爱想讲咩预防。所以有的人敢讲，阮咧摔甲足疼无？阮一定拢摔甲特技演员啊！你有当时看阮摔出去啊，爬练到骨力练有无？其实拢算好啊，知影讲。阮咧照迄个力，因为反应拢有啊，因为阮知影动作一个毋对，阮知影落来应该会安那，所以阮就开始想要变，阮就甲迄个力就变掉安尼。所以上课的人，你得甲伊教讲，即摆拢会甲跋倒，安怎跋倒？对，拢会甲因讲，正确的跋倒，身躯诶，我家己受到的伤害上细安尼。系啊，就是你身躯总是安那囥啦，骹会长大部分的原因真正拢去算道具，迄落来速度，迄出棒啊，也是迄阮讲的有心吧，迄速度伤紧，有的囡仔毋惊死，伊敢打，因为通常10个啊，有2个绝对骹骨子。每一档拢会上无看到一届两届，就是无人阻止，所以我看到我拢去甲因动，我讲你毋通安尼算，你毋通安尼算，因为有一届我记啊足深诶，3档前，一个囡仔，因2个人来，拢考高中诶，一个是有台湾才上过课，爱带另外一朋友来算，朋友就是较戆打诶啊，当啊想要试打出诶了，我讲我过恁朋友无算过，你毋通安尼，袂当伊打身骹尔，打流白地尔，你莫互伊冲济。我伫甲伊讲莫算，我著去上课啊。我去上课了半点钟后，就人讲啊叫救护车，迄个囡仔骹骨就止哇，听起来都疼诶。系啊，所以阮有人讲你安那预防你较袂迄，因为有当时米袂过，但是你会当互伊发生诶几率感觉上低。所以其实嘛是爱请就是老师来教。无一定要老师啊，有经验诶人，有经验诶人有甲你带嘿安那，莫黑白去试真正新手真正莫黑白，因为这甲平衡感有关系运动拢足够受伤，一开始拢足够受伤。就要问讲就是已经摔甲遮严重啊，你说要甲这个物件起来做职业，恁厝里诶人敢有反对？一开始是真正真反对，我妈讲人较济工课，当经去个大公司大袂歹，也是安那，你较偏偏要做这啊，看拢无啊，佮有当开始做迄几档啊，佮无趁啥物钱，你知无？嘿，讲到底是咧想啥？别人拢安那，你搁咧安尼，对啊，就是嘛是咧戆安尼做，嘛毋知因为后壁，所以就是在意念安尼。嘛毋知因为后壁安尼是无啦，伊虽然念的，但是嘛是加减会支持啦。你听起来嘴真甜啊，应该是恁老母会支持啦。无，我是甲伊讲道理，画一个网互看。袂啦，甲即马呢就真好，因为有当时咱毋知影啥物时阵会成功嘛，坚持无一定是对的，所以你要找着对的方式去坚持。因为我就是家己的经验甲家己的想法落去做，一档落咧成长，我讲这个方式应该是袂差伊甲倒，伊可能无法度趁足济钱，但是伊绝对嘛会当互我的生活有一定的收入。就安尼慢慢坚持安尼落去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算帮啊，就是有一寡用语，就是用英语讲诶。你莫紧张吼，你即摆讲的是台语，所以算帮敢需要一寡英语的基础。我感觉足趣味的一件代志哦，阮较早其实阮爱属于外口走总边边的人啊，走条的人有无？其实拢袂爱读册。袂爱读册的情况下，我感觉我包括。我身躯边足侪朋友拢因为算帮啊，开始读英语，读英语安尼，种上基本的拢去背迄种单字，拢去背哦。因为迄教授的单字，有诶较认真诶，伊就真正去学，学一寡国外运动，就像阮这朋友啊，因就是因为算厨房，真重，因就因为算厨房去学迄种 hip hop 老舍。然后再来做这个既要 DJ 即摆做一个歌星，对哇，嘛是一个 DJ 安尼，嘛是厨房的缘分就对啊。对啊，厨房其实带动做这就像一寡做伙大汉朋友，一个嘛是涂鸦大师叫虫子，我知，虫子对，伊伫咧台北毋是帮 LV 啊是啥，佫是画做大块表
啊，迄嘛是阮较早学生啊时代拢有做伙咧耍，哇嘿啊，啊伊啊足趣味的吼。在这出名人的呢。对，啊，就是因为厨房也带动着足侪，啊，佫有迄种跳舞的嘛有啊。嗯所以阮较早，阮伫咧耍房啊，阮若有啥音乐，阮会对舞团去练跳舞，哦，去做 B-boy。啊厉害，哟，厨房但是阮练练心的遐练一个尼济啊，啊，尔就无练，因为当时耍房啊，拢会哭着脚踏虎啊，啊，脚踏虎哭了会疼，啊，佫爱啊，你跟你涂骹。练跳舞啦，用出条啊，巴肚。但是我感觉就是耍厨房的人，其实恁穿起来拢足歹的呢。就是恁对恁的穿插，啊，佫就是譬如讲打扮，还是讲他们，拢有恁家己的要求啊。就是鸡仔头的风格啊，所以你看即马全世界鸡仔头也是流行的风格，足侪拢有迄种房仔的元素伫咧内底。哦，嘿，因为较早的人咧讲，就是讲啊，因为你留喺路顶声足大，啊声足大，足侪人一直看你啊，啊一直看你的时候，你一定想要穿一个风格哦较歹，还是安那去注意着你。今日想要点啥，就甲穿起哩啊，嘿真穿衫啊，拄即个鸡十几当前，即个鸡仔头流行，包括 Nike 咧做鞋啊。的 SB 咧炒卖啊，一双鞋当阵打出来，吼，一双3000块鞋啊，会当卖到3万块。哦哟，鸡仔头就像迄伫咧纽约一个迄种房仔店，对，系啊，啊就是一个房仔店，啊现在足侪人拢去买伊的物件，无算房仔嘛要抢去买伊的物件。好看啊，色拍啊，就是最流行啊，就是厨房有甲即种方式吼，去引领一个潮流，然后即马就变做是一个流行的文化起来对，啊呢。全世界还有全世界家己的迄种早期上基本的就是裤有偌大条偌大条，衫有偌大领有偌领，啊裤仔头会当绕偌低啊，愈偌低。吼，较早是像进步，像阮着爱穿啊41的裤，运动员对，嘿交升帮的人。嘿迄穿查佫无共，运动员可能就开始对哦，爱机能性啊，啥就较会爱缩格啊，即袂去有迄高调啊，啊，所是啥物以所以咱即个奥运比赛即个第3名，对那一只那一只，就叫做胜啊，因为伊就是走运动员风格，所以伊拢穿迄机能，也无穿迄足底裤啊，较新一条。嘿啊，因为因美国队因的队衫嘛，对啊队衫因的裤一条就是一条长裤，对啊长裤佫是阔裤。嘿，那一只伊就甲伊发一篇文讲，我即届比赛，我敢要穿阔裤来比。啊，所以但是伊十单来，伊拢是穿迄种做运动员底裤，啊，而且佫有上好耍的是，有一个人真足厉害，足爱伊的款，伊会甲伊的所有比赛资料整理出来。伊若是迄场比赛穿长裤啊，300乒乓就是失败，结果拄啊2道拢失败，所以伊后壁就足少看伊佫穿长裤啊。哦，啊，就会没拄啊好关系穿长裤，较失啊败，这真正足趣味的代志。嗯所以伊甲发迄个文，伊感觉要即个学文敢要穿长裤比赛。有啦，有的人真正会呢。后来恁既然讲到，就是恁去学英语啊，佮讲到一寡济，咱敢有一寡就是厨房的迄，就是啥物较着用语啊，啊，就是是职业的话，一般上常讲的乒乓甲乒沙巴乓六啊。啊，沙巴啦，乒乓有分骹筋甲骹尖嘛，脚骹跟跟筋甲脚尖。嘿，嘿啊，啊，沙巴乒乓就是互棒啊，等360度，搁可以加一个乒乓。哦，乒就是乓咱但乒乓是甲帮安尼并对啊过来，并一里那伊就是骹咧并过安尼安尼拍变过来，对啊，咱对啊。咱用迄手指头的厨房生活嚟讲哎，。就是请阿达来啊，录沙巴一下乒乓就像迄种地球咧自转甲公转的艺术共款，那嘿顶哦无共款的向啊转一里。所以伫恁的，就是恁的 IG 啊，是恁的卖种啊，面顶敢有介绍，有啊。就是你有做迄动作，啊，讲啊，这叫啥物安尼？有啊有啊有啊哦，拢小可会发一寡，发一寡啊后壁是有咧考虑是毋是会出一寡底片去甲讲教授啊，讲台语甲国语甲英语拢甲大家讲。你若讲跳这个动作，就是对无特别讲，就是直接讲因为奥利，啊无奥利讲臀跳。啊，你若讲硬要讲，欧利啊，嘿啊欧，利是啥物？日语还是？无奥利就是伊的迄种英文学名，哦，跳这个动作就是欧利奥利。哦，各有了解，嗯，但是这个阮较早也无人讲台语，就讲啊跳过呢，跳过呢。啊，你若讲就是较早跳咧讲硬要讲这个艺术，因为臀跳嘛，像海豚安尼穿出来，安尼个落去感觉啊，海底啊跳啊，啊啊，所以讲了台语的海底啊跳啊。嗯对对对对。好，若是要教英语，咱的节目就要去后一条。好，后一条来问讲，就是对就要学厨房的人，敢有啥物建议会当互因呢？厨房哦，倒嘛希望你若要学进前先加减伫咧网络做一寡功课嘛。因为那先看介绍影片，咱上基本，咱先来对厨房这个器材来讲。对，厨房其实毋是介贵的物件，就几千块啊尔。真正要买，你就会去房仔店，对买一个差不多3、4千块的房仔去练，因为这较是一个正式的。啊，有的人伊可能
附近无房仔店，对无就是网络凊彩要讲个啦，像厨房买迄一地1000块，对，甚至是2000块以内，我拢无建议啊。伤俗啊，伤俗啊，2000块以内房啊，可能品质无好，品质无好之外，我感觉我进前个特别做广告，足趣味哦。嘿，迄共款的物件无共款卖，价钱差足济哦。后卖800，后卖1200，后卖1500的，哈，迄价钱嘛无统一，就是阮讲的迄种玩具版，佚佗物仔房啊，即种物件我会感觉。冰冰的登去，愈热的海去。因为阮学生来学校上课，上课家长想要帮准备房家长一定袂想讲算是这房是要开偌济钱，伊就想讲这800块、1200块买好。来，我讲真诶，来，等下打在顶头留无10分钟，感觉都无共款。迄个无，迄脚架断去啊，卡架就登去，轮架，我讲轮架，哇，连架啊。脚架啊，就断去，因为迄就是做出来，伊的使用年龄，伊可能法规伊有讲，迄就可能是3岁、4岁、5岁咧算，伊可能咧坐喺顶头，而且伊迄房쿠션佫有问题，房佫顶迄材质佫是毋是永远专门咧用，迄佫有足够长伊的问题，所以就是会当讲。问题足侪种啦，而且我嘛讲者，你投资家己，你今仔讲好，你买一块1500块的房你知伊无好算烂，你只想要饲尔，你佫想要买水，啥物甲你买？哪知这烂？但是你今仔买是这3000块的房你当算一两届，你感觉无好，你款式卖只1000-1500块，佫有人甲你收。上无你今仔要学一个物件，上无你使用着是对的物件，你才会当知影讲，这物件400万。我嘛认同，有道理，认同器材就是一概到位啊，卡紧个地咧，我喙齿紧加咧，一概到位啊。靠底下地磅子安尼。到时阵卖，到时阵无爱用卖出去，我咧讲嘛趁啊。对所以有当时讲。咱首先做一寡功课，咱嘛无一定讲咱爱吹较紧绷，因为你像咱一寡选手咧算的这装备配袂起来，嘛要甲几万块的。但是伊卖房遮久的经验，讲真，阮定爱卖这种3000多块的房其实就对一个新手非常有够用啊。果然，咱这学生咧用迄较细汉，迄差不多7、8岁国小3年以下咧用，迄规组房通常会当互伊用规档咧上课。但是你若今仔因为房是耗材嘛，耗材你就是。看你安怎使用，你一档300多工，你要算365工。我讲真诶，迄房你嘛爱换2-3组而已对啊。但是你若是逐礼拜算一工诶，迄种我这房可能留3档佫袂歹。我咧3000块留3档，安尼真会好。系啊，真会好啊！你无要留，你佫会当摆喺房间做装潢，佫好看。所以叫在家己诶导游，咱装备了，就是咱要安怎学嘛。要安怎学就上简单是先找看家己诶朋友，会当带你算。对，无就是像阮网络，阮嘛有翕一寡简单的迄种教学，教学的影片，互大家看，为简单的、为难的拢有。你嘛会当先看几遍互家了解，一开始爱注意啥，较开始学。然后无就上紧的，就是开钱。真正开钱时间，请老师一般上课拢上2、3个月、3、4个月，还是上8节、10节课，拢会当学一寡基本的。但是你。咱拢知影，咱上课就是老师教咱的，咱爱开始甲你消化。所以来上课，我嘛希望讲，你一礼拜可能来1抓2抓就好。但是阮就教你即摆你爱来，你若算无来无，你搁来嘛是共款物件无。对啊，辛苦就生生啊，我就无法度。系啊，像到就是要求讲，就是爱护具。打开始阮会一定要求，上课一定爱管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平衡感拢无共，咱毋知影即个人伊有法度讲，因为阮嘛有拄过迄种，干那要叫伊搭起你尔，伊会当10分钟佫搭袂起你。房恁也是圆的嘛，所以你只要重心小可靠毋对话，伊就一直动。所以你要搭起迄个瞬间，你就会感觉哦。拢会足惊，心内有一个坎打袂过安尼，打无地啊！你要离开地球啊！你知无？搭起你要离开地球啊！听起来上课真趣拖卡。所以当时拢会牵手你也足难。你听搭起，紧搭起，就爬楼梯安尼爬起你就对啊。真正有诶较早，有诶因也毋惊，你无甲讲伊搭嘛起你。我嘛拄过做侪做好耍诶代志，就是有诶人讲你厝板看你厝简单无啥，你讲那算，一阿伯啊，50几岁，对啊，伊就讲下来，我打我妈，要出代志，伊就真正搭就是要起你啊，搭就真正为后壁斗相向，迄个斗相向啊！你知影我知影，因为我算过，我真正斗相向，我真正斗相，回你家来我是手吐咧，我尻川先落去无，阮朋友伫后壁甲我头花咧，我真正无真正咧斗相向是，你甲阿伯共款啦。
我毋是甲别讲，我甲阿达讲，我头去弄掉，这真正摔真正就是真正运气运气啊，因为你今仔日手落去吐啊，对，你有可能手买对，骨头安尼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我有讲你啊，真正要练，你爱互你的身体更加臃肿、较耐烧，你甲我都去试较难，所以就叫人加减爱做一寡俯卧撑啊，还是啥动作，对，互你的上肢啊会较勇一点，嘿，较跋倒手吐较袂受伤安尼。好啦，讲较济，咱上重要工商也无时间要甲吹落去啊！咱讲遮济，咱要安怎看到恁的饭店啊？要安怎看到讲恁的教学影片啊？啊个什么啊？我伫网络面顶拍阿达啦，敢找有？刚应该找吧，应该可能找着袂药啊。你小编啊，你迄个阿达啦迄片的迄关键字，甲伊去落一个。迄个找着袂药啊啦。啊，你若要找阮就是 Switch 帅气滑板店，因为滑板算起来，互你帅气又神奇，对吧？帅气滑板店，帅气滑板店。哦 ，IG 面店甲 Google 面店拢看。拢有，基本上找一定找有，啊若找无，对，就是阮努力佫无够。找无甲阮讲啦，我伫私信来甲阮问，阮才甲迄链接发互你。私信互阮买使。对啊，敢有其他想要讲上诶？其他讲你咧遮上课偌济钱，哦，招学生啊，这介绍就是一寡看上啥物课有寡无共，这就是爱直接来甲阮问安尼是上紧，然后伊若我过来讲，你若注意着啥物问题，注意着啥物问题安尼。所以你无要直接招生就对啊，学生伤满，无爱去招啊。你哪会知？无啦，讲笑啦，嘛本是伤满啦。无啦，阮未来可能有更较大的场地啦。啊，阮就会希望讲会当栽培较无共的、较选手级的即种的，嘿，啊，就是甲教练咧讨论。所以过来，阮有可能伫国际上的比赛看袂着阿达咧转播，因为阿达咧教练本人徛伫面顶啊。是阿达咧选手伫遐比赛。嘿，你安尼个，个真诶，哪有可能？你若选手伫遐比赛，我来讲，阮叫阮记者去采访呢。一人一支啊。过来个会使，过我看一煞。最近有一个韩国的比赛，啊，向阳传讯息来互阮。你要去哦？问讲我敢会当宣传家己的影片，互阮的技术互伊看，伊若甄选会着，伊就邀请我过比赛啊。啊，我就咧甲我想讲。我摕我10几张一个影片加送出去，应该是无问题吧？啊，但是好笑的是，啊，去遐啥物拢袂晓算，而且退步啊，共跳迄楼梯，跳3层4层，拢会惊，拢惊我骹头动袂掉啊。对啊，啊无较早，这跳到12层、13层嘛咧跳。所以甲年纪有关系。年岁有啊，较惊死啊！毋是讲年岁，我惊死是咱个更较大责任爱做，就是栽培伊其他人。对啦。啊，咱受伤，咱可能无法。少年的。啊，嘛无像较早一工是留7、8点钟呢，厝7、8点钟。即马一工厝2点钟，无啊，无伊个时间啊。啊，慢啊遐要创啊，慢啊，教练啊，老师啊，啥，好，加国小诶，听起来都清诶。就即马较无用，就是咧试讲。栽培咱台湾的囡仔之外，然后佮教咱遮日本遮的厨房的选手，看要安怎做一个教育。因为即马咱规个世界厨房，日本就是强国嘛。对，咱讲美国、巴西以外，就是日本，因为日本2届奥运拢冠军啊。对啊，所以旧年开做时间去日本。去交流，去了解讲人是安怎会当遮尔厉害，原因是啥物？嘿，啊去遐交流，啊所以刷来的，渐渐有机会就开这个厨房团，带大家去日本，顶届奥运了，甲即届奥运，愈来愈侪人会想要用房啊，要用厨房落去学习一寡动作，迄是一定有帮助的。但是你若讲佫较深的，迄当然嘛是爱伊家己本身专业的项目，伊较有法度去训练着。好啦，伫遮咱节目上啊，尾就爱要求你答应有一件代志。咱拄则，还等下钱无他签哦。啊，要紧，动作袂讲。你讲无要紧的，要怎？咱头一个有来宾的，信了啦，都谢阿达啦。无啦，咱拄则有讲到，就是你讲的，到时阵想要翕一个影片，讲者就是台语安怎讲，华语安怎讲，我感觉这个影片一定爱做。到时阵你若有台语的问题，随卡来甲我问，免钱，算你免钱。直接咧讲。会啦，会去做，但是就是方向嘛，毋是讲全台语啦，对，会开始伫阮的影片内底吼去掺台语来讲，因为我较早做的几乎全部拢无台语啊。对，我感觉无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方向真好。即摆台语就是愈在地愈国际。对。因为我感觉足奇怪，因为可能真侪家长想要甲带囡仔去升骨帮啊。有一家长伊希望讲会当互囡仔，嘛当听台语，即摆真听无有点严重。因为有阮一个
台语的才艺班，伊嘛是讲招我较会当开课啊，互因仔用台语的方式落去学厨房，对啊啊无真正是听无呢。无要紧啊，无要紧。想袂到呢。阮拢甲听众朋友讲，加讲一句两句，只要有人愿意讲，加练习，阮感觉迄拢是好诶。对啊你的影片就算讲今日敢加一句，加两句，迄小编海口腔要甲落去，阮嘛感觉赞啊！因为讲的跳宣传啊！因为即种感受是真正是即届学文即届大家即个讲到欢迎讲到这，咱要小甲你调整者，咱这是二温，哦，二温，对，二温，对二温，因为即届二温的关系啊，较互我了解到即马哈，原来台语即马有遮落势哦。因为我感觉是感觉讲，最近的少年囡仔的歌星啊，拢唱歌嘛是拢咧唱台语啊，我感正常应该是。大家拢了解啊，较会感觉讲，明明即台语的歌，少年的笑越来越侪啊，应该是大家愈来愈了解台语，那会变做讲听到的是大家愈来愈毋知影台语。这是我真意外的所在。变做跟他表演，就这就是变做讲有的人就是像你拄则讲的，有人想要找你用台语来做一个载价，啊，但是即马台语对某一寡人来讲是表演的工具。真正我感觉台语伊的感情的层面、层面较济，真正较济。咱应该约好啊，到时阵台语的影片，咱就是对啊，咱就是去下骹就是蹭流量。我蹭恁的流量。哎，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酒们，来，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，我搞大家啦。你是还无甲我问哈？问啥？我拄仔开场你送的迄个物件，你无买也无甲我问啊？哎，听到没有？敢知我送啥？毋知啊，无看到。你甲讲你送啥？哦，就是用手指咧算骨的棒，手指。用枕头你算的骨棒啦，叫做手指骨棒。我以前是拢讲粗棒，但是因为阿达拉讲因拢讲骨棒，我感觉讲其实骨棒嘛袂歹啊，嘛是袂歹啦，对啊，但是或者是咧算手枕头，不是，有兴趣啦，家己去看嘿。NG 无啊，拜拜，拜拜。